英国 EasyJet 小客航空预计今年热人，逐工就要载30万的旅客，处理2000座的班机，所以决定是要来引入 AI 的系统，到安排飞行，也有监测营运等等，来减少工作人员的负担。英国联航伊一班机照指示，按伦敦罗顿机场慢慢飞上天。疫情降温边境开放，伊一连有估伫即个热人，未来几个月内，每一日爱处理2000架次的航班。 运送30万的旅客，为了处理大量的飞行安全作业，伊一联航近2年来，甲控制中心的人员变266人，比原来员工加100个较加。一寡员工因规日拢咧上电脑，得观看家己公司飞行机起降的情形。另外，为着解决天气无好、飞行机技术问题，也是罢工等人为因素，致使班机延误。 一节航空正咧采用类似 ChatGPT 的 AI 人工智慧工具，协助做出快速的决定，包括要安怎做上好的飞行机订飞的安排，甲技术人员的分配。We are working on a tool that will help us to do that in a more automated way. So it will give us the next best option to manage the disruption, or 2 or 3 different options. 一节航空讲，控制中心采用 AI 这款的先进设备。 会当监测到飞行机严谨的健康状况，让飞行机维修员有更较侪时间检查飞行机内部更较优的部分，像是变数敢有需要修理等等，减轻无共人员的工作负担。It will be able to make the decision, but I think we will still want to make the decision until we're absolutely confident that it's making the right decision. 大数据方面，伊会当互航空公司、甲航线、飞行机型号等做出上好的配对。 也是更加了解旅客对飞行体验的感受，比如讲准确预测旅客较喜欢食什么食物甲饮料，减少浪费。也是当航机出现问题的时阵 ，AI 系统会向受到影响的团客，也是带真侪囡仔旅行团发出手机简讯通知。亦即个控制中心人员讲 ，AI 设备会改变大众的普遍印象，毋是人上少的航班，再受到上少的干扰。公视新闻新乐杯编译。